再来看新北市三峡的严重的车祸发生已经第3天了，这几天哦，拢有民众去车祸地点献花、点蜡烛来表示哀悼。这78岁驾驶暂时搁做第2届的手术，目前嘛搁无法度做笔录。昨天你知道吗？来自的年轻人哦，真的你也足感动的哦，都100-200个人，整场都是人，而且不是我们三峡人哦，都是年轻人啊。刚刚有人说要大旁保，这个要考虑啊。我们也希望导师每一天关心学生的出缺勤状况，尤其是没有到校的了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。那所以我们不断的会再去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，那当然会给予后续的心理建设跟辅导。因为这件车祸发生在学校的附近哦，校方嘛提供学生心理的辅导。当地里长是表示讲，来对死的人哦，真侪物件是愈来愈多，望讲有相关的单位会当来协助。各地病院的家属目前嘛，阁无法度来接受警方的询问。